2024年對台北創立的潮汕壽喜燒，一路行來對牛肉的名店正式要來進駐台南。在市立體育場附近新開分店，結合日本三大和牛，有神戶牛、近江牛、甲的米澤牛，融合關西炙燒甲的關東的醬煮，搭配專程的專人道邊服務，以着日本一人壽喜燒的文化，正式進軍台南。這次的主要推出的套餐的話，是我們的3大的名品牛套餐。那我們選用的話是3種的和牛的部分。第一種是我們的和牛沙拉，然後我們是選用米澤牛的部分。然後第2款的話是我們的一版的話我們是用我们的神戶和牛。然後第3款的話是板腱，然後是選用我們的近江牛。那我們3大和牛套餐的話，我們都會有附一個紫蘇的雲丹卷。那紫蘇的雲丹卷的話，我們是選用我們的一版的部位，然後它是神戶牛的部分，然後裡面上會有包上我們的醋飯、紫蘇葉跟海膽，然後我們會把它卷成3角形，再下去用關西風的方式才去煎制。業者表示，一間餐廳真正打動人的不只是實在，而且還有一份對着料理文化的堅持。這間業者進軍台南，推出全新的品牌。潮汕脆底壽喜燒主打特產的服務，並且以着日本3大頂級的和牛作為開幕的上大亮點。在試營運階段，就吸引不少的饕客前來，非常入口即化，然後味道就是蠻濃郁的。之前在日本有，但是在台灣，我之前有在台北吃過這一間的台北分店。所以今天就是慕名而來。我覺得口感非常濃郁，非常好吃。在台南非常難得可以吃到日本進口牛肉，我非常期待這樣的餐廳在台灣，在台南。業者推出3大頂級的和牛，對雙前菜、湯品、紫蘇雲丹卷、醋飯到甜點飲料等，價位對1880塊到頂級的5880塊不等。試營運期間對今日起到9月14號，歡迎民眾把握機會前往品嘗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